气象局也按算南部地区日入超过2000毫米的雨量，本人讲是扬州旺角地高雄旗山子也把嘅损失从来唔是有过。政府所初步按算，像扬州嘅损失都差唔多有3亿元边呢，故所农民都很苦连天。 可能过去贵太平嘅供照染度进度水度，唔但将供照数本风吹团贴，堂内蓝色腿儿做得杂嘅供照也全部进度灭灭。用严重嘅情况系两边嘅供照农唔是看过嘅。讲全岛嘅啊，根本都一年都下落嘅辛苦吼，冇办法疏身，全部都也一瞬间都损失嚟咧。 唔但淨係供照，其他嘅農作物也係共用嘅人命。看到幾年辛苦種出嚟嘅作物，係咪小心就全部本大水打退？新冠度嘅艱苦是由農民記錄最清楚。菜類啊，個果樹嚇，果樹就包括香蕉啦、檸檬啦、辣拍的啦嚇，也都個嚴重。哦，好難過呢，這個是一個港中嘅東西啊。 就望有嘅作物嚟，組成嚟成份咩？農民無奈何，警公所方面掠下也都冇限徹查度嘅調查栽培嘅情況。就警公所農業局掠下嘅初步估算，200嘅風災帶來嘅影響，但係喺供照方面就有損失超過3億元。香蕉，我們目前估算的損失呢，大概有3億7千萬的產值。我的強調是產值，啊，不是成本。 木瓜受損的產值大概有1億6千萬，這是我們初估的價值。警公所方面也表示講，從基本嘅稀釋農民就做得現場登記栽培嘅損失。客家新聞小鳳雲、王小琪高雄報道。